几度过了，要不是兵荒马乱，今朝老爷无事大事，我娘家个这儿子风儿亲自来呀，送来个手里呀，至少要用24条果子装到襄阳来呢。这才是真正的体面，真正的旺财啊！要用24条果种啊，那里面装个东西是数啊数完的。不妨家哦，不是天下闻名。来，像我老婆你这娘家的辰光，那老太爷做谁？不告别的，都是手礼单嘛，还要收3日3夜嘞。哎，老夫人，这许多礼单，我是怎么放得下呢？放得下，放得下。那我放假，但是听那么久语，东河听，西河听，北河听，北山听，南河听，我听个，不稀听嘞。哎呀，老夫人，这房子到底有多少塔呀？更大不大，更小啊不小。哦。东啊河听到西河听，一条长路里人街巷门道遇江梅，山里山要走啊分情。哎呀呀呀！街巷门道回家门，山里山呀都真个近。我是出自娘肚子，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你。啊！哎呀，老夫人，这个房子不要说是没有见过，就是听也没有听说过呢。哎呦，永山吧，那么听到个是啊，万东里啊！不妨家把牛迎来飞彩高，强呀蓝关子金地，三不转子暖不凉，正子不露。满天光放假还不是当他像黄头一样？黄头，像我老夫你出家那年呀，我嫂嫂啊，似乎就赠我一首正子塔。正子塔，千年开的呀名字，穿着玲珑塔千岁，白天菜呀鸟它顶夜里放光，不用等。自我放假传家宝，家特不如乡哎呀，老夫人，这样的宝贝是要有福气的人才能见到你。这个正子塔拉在那小家房中，只有有几位啊，拿出来我那看看人家。谢老夫人。有请吃到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我只有那么亲切的我手啦。不用啊，快去看嘞。放爸爸，红呐！我家玉玉亲戚来啦。是啊，就是老夫人14夜想的湖南方大爷来了。哎，根本你还在门外，门外还当差事。放爸爸，这就是我的方大爷啊。是啊。放爸爸，侬我会弄错人家。哎呀，我哪有骗你之理呀？那我去禀告老夫人。有老红云，有老红云啊！禀老夫人，方大爷来啦。哪里个方大爷呀？那就是河南方大爷来啦。哎呀，真
我娘家个只儿子放阿亲来着。哎呀，我就是日呀想夜呀想，今朝是这么想着噻。红勇啊，快快去请啊！哎，老夫人，方大爷的长扮与众不同，他身上的衣裳啊，真是一块一块的。那了，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了。可是皇上赐下来个八宝衣。哎，老夫人，方大爷身上穿的鞋子，好像张开嘴巴，红要吃你。这叫老夫头须，也是一件宝，也是一件宝。少是见了方大爷，磕头领上，少不得啦，每人一只元宝。谢老夫人，快快去请。是。也请方大爷。吃来吃来啊！哎呀呀呀！穷人进门，一鼓就起，棒棒叫个兄来在。不用啊，侬会弄错人家？老爷吩咐，请着方大爷兼顾夫人，作为乡他模样，给我一声，推起手里单，从回门上马，直到前去，请我家老爷。下去。哎呀，老爷老爷，侬真是老糊涂人了！既然方家是吃罢了，侬为啥会叫他今朝进府呢？要是被国员贵客看见，我有啥个体面，啥个光彩个了？哎呦，阿青啊，我真是日夜想，夜夜想，今朝啊，总是把我想着在受冻受冻啊！姑娘在上，哪有消着的愁哎？哎呀，不用千里而来，哪有不如此里面受冻受冻？此次小臣高愁了。阿青啊，少娘真会做人哦，晓得那姑爹今朝50大岁，特地叫侄儿子不用千里而来，等侬姑爹做谁来过？我晓得少娘爱体面，今朝带来个手里啊，一定是甜甜蜜蜜、光光彩彩。那我叫丫头出来收手里啊！姑娘，此小子不知，今日是姑爹受人必配手礼，拜望姑娘见谅。这是酒魂对对。哎呦，阿青啊，自家姑娘哪个为了去叫侬个手里呢？多谢姑娘。不过阿青啊，侬此番出门必不得在家，搿身上嘛也该当扮当扮呀。姑娘，你哪里知道我母子也下的处境哦？自从姑娘襄阳来，家乡是兵荒马乱年年在，3年黄3年老，15人家俱
负债，万国家财化成灰。母子无语起身地，只落得苦水问他。好在好在，不要讲了起在阿弥陀佛。我放假才是上万年岁，有台为女子不孝娃根。你才讲贫困才知道啊！如果要是过来襄阳出村民，你平日来此还有苦。今日里我就当什么中嘉宾，你只身当扮啥人笑？要是不能可惜，就已经亲身下头上这一帮发笑啦！叫我今日在做王人。阿青啊，跟侬此番寄来襄阳，想必另有要事吧？哦，我也来向姑爹姑娘问安。好姑小大姑啊，这儿子啊，个2年。孩儿们放放堂里表姐。啊，好姑那3年。那3么？哎呦，阿青啊，自家姑娘面前有啥该话不能讲呢？姑娘啊，笑着经过深夜片，斜唱银河10年，月台来塞银丝曲，真乃是月囊羞涩少不错。得到襄阳健康阿青啊，自家姑娘面前为啥要讲嫁年？那么侬家多少啦？不多，姑娘怕您300两。300两，狮子大开口，人只用笨斗。阿青啊，这个300两银子怕啥个用啥呢？姑娘，100两当作路边，100两当作家人，100两我正等营造少金啊！不多啊！多谢姑娘。阿青啊，哎，侬银子还没借到手，用场倒进派得叮叮当当的呀！阿青啊，跟侬300两银子够不够啦？哦，绰绰有余。搿么阿青啊，请求归请求，银子归银子，侬300两银子借去，侬啥个辰光来还我呢？这，但等小贼有了功名，立即本领归还。那，你光亮光到哪里去了呢？自家人家钱，我要讲啥个理的呢？哦，是这儿，失言了。阿青啊，哎侬讲功名成就立即归还，那么要是没有功名呢？这，阿青啊，功名2字岂能像3个字头出题喽？噶容易啊！姑娘啊，笑着快活自己在，事情恰比马莫言，派我把鸟早晨去，这也不多饺子那年，这对一担风涌起，平衣服要是上啊青天。唱一套功名本是名利定，贫富从来不有人。姑娘我再有再为意，怕只怕讲究功名枉费心。
七十飘马小寒星，困睡破药立梦醉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何妨让我放弃。我个宝贝啊，侬若是今晚把马出王城，姑娘是不夜做梦也小心。真乃是世上三无千年夫，人间恰有万年平。古来多少读书子，潦倒一世不放生。姑娘我再不精通刘璋人，我马衣想法也东三分。姑娘，一眼看起不为错，劝啊去弄上京官考中。姑娘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花的啊你。
啊心，姑娘茶语不到此，离别真悲要娘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日子登山涉水来相娘，只有你姑娘一马情。姑娘今日头亲戚靠背，来年大比呀龙啊门，常在平森林用子，不忘姑娘身边啊。良心话，侬要上京求取功名，杜姑娘哪有不成全之理呢？多谢姑娘。我要是一看起家不给300两，你都去用我了。明朝又加600两，后年又加1000两，这样下去，师傅连我陈家的家产都要被他扒光在不讲。我也不叫他空手回去啊！朋友在快，哎，快点出来！哎呦，阿青啊，侬早来3天也好，迟来3天也好，今朝啊，实在来得不巧了。姑娘早来3天怎样？那早来3天嘛，大伯屋里的事他，大伙是个老上的话有，我个300两发送可以借拨侬。那么迟来3天呢？迟来3天嘛，那姑爹今朝寿年已过，我做姑娘的放出去个私房钱，老老实实个收进来，也好借拨侬。今朝啊，叫做吃素旁着月头，不巧不巧。此小珍告辞哎了。呦，阿青啊，侬不用千里而来，这姑娘总好叫侬空手回去啊，哪怕是家家当当嘛，也要穿点拨侬。哦哟，三块，哎，把拿出来。共进一起，3米一等。姑娘，是阿青啊，动点钱嘛，不能路上作为路费，山南顶么背回去，母子俩烧烧吃吃，顺便嘛向少娘好言几句啊。做姑娘家实在没办法了，搿也是做姑娘的一片心意啊。姑娘，小子手指一块，请姑娘收回。啊，侬不要啊？搿么阿青啊，不是做姑娘的不肯讲，是侬自家不要，所以可不要怪姑娘无情。我用3块，3米都可以回去，动地一切放在门口，当发叫花子。晓得。好气，好气！四里姑娘太不情。
人，只比姑爹老大人。当初是落难没问出身子，穷途落魄成啊困境。我祖母一再在为他，后来才一直要进朝郎厅。侬给我出啥？啊，侬也出啥？侬到底是我从今天？那国家生来就是荣耀富贵、满腹文采，都像西瓜一丝个用我了。可是我这姑娘个老子就困这个，侬啊，我还不如困正这个。那侬搿只头了，不像冬瓜头啊，不像萝卜头，倒像这芥兰头。都像芥兰翻身饭来，继续下去难免讨饭。下无子背与无人嘛，侬跟我出啥？侬听了，我发烧买伯伯你去找过来再，我们要走到地来，侬跟我出啥？我侬可把地皮下又小，只能斗得无数毛。我和侬做起地来有肩高，只能身穿大红袍。我和侬若是结婚喜又小，早许真相做上头。姑娘也从了从关天雨来，侬个名利少子弟，穷归金山家有地。姑娘我一看得着，侬是今生今世能翻身，放弃侬十月好滚路，除非是么龙康好处多转身，放弃侬十月高滚路，少对冰上出东身。请侬十月高滚珠，要用黄河三级皮，放起十月高滚珠，黄狗出国一起里，放起侬十月高滚珠，除非是么月落多少十先生，朝中文武是关键，皇帝吃草老家称，东东好西下手，一心要你侬莫比放亲，多谢姑娘好叫兄，小子是没事高高精彩。哪里去？会这不许见你姑爹！哼，小子衣衫褴褛，去见姑爹，岂不是有损于姑娘的体面？这有志气啊！那么侬还去个报仇呢？不劳姑娘费心，小子只能来得，也能去得。可在少娘份上，总不好像侬为父的家乡。那我跟你些人三个仇呢，侬拿去。多谢姑娘，小子此去，即使是夜路去亲，也不再来向臣父要官封宁子。当贼爷爷之车，驷马难追。从今儿与我再到襄阳。襄阳来，莫夸姑娘包绿巾，你前进金马再结家，后家进门混将军。姑娘，要是以后小子有了功名呢？啊，侬还想做官啊？侬只能对待无数生存之宝，要说要打做邓兆旭，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带带警察出王人，明路喝道上我们姑娘是黑么大面，还在天上
说话，谁可不要反悔？当当御史夫人，岂有反悔之理？此次告辞。举在前头，你伺机而驾，伺机出去。小子之命，请方大爷来不？小姐，是啊，他是政府的千金，也是方大爷的表姐。表姐，此次相反最高女将小姐，是我有事在身，不便拘留。哎，小姐们，你站来片刻。我是绝个要走，当真要走？当真要走。此次小兵就不讲来了。只是此刻后花园一块没上树，没也是方大爷你所去的呀。哎呀，这边时候是好呢。不要着急，请方大爷随我来。我去拿钥匙。此次遇老，唐金莲。不用。不过，小弟万弟。哎呀呀，方大爷，我这小姐来了个礼呀！小弟有礼了。表弟请坐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正手。哎，方大爷，我这小姐话还没讲完呢。不知表弟何日到此？今日再到。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举母大人在讲，可康健否？托付穷钱。彩萍，快拿茶去。是。不用了。快拿点心去。哎，我在兰用堂上早举吃饱了。母亲啊，母亲，
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前途桃花一世悲，此情离别好宽佩，君子身。
便去了。翠萍，快去三不两问里，叫方大爷转做路费。是。妈呀！小弟有言在先，不受城府发问。哎呀，娘。我去就来。是。方大爷，你会不会这样啊？方大爷，你自己我那路途遥远，没你子，哎，你所去的呀？啊，我这你这一听，所以方大爷全是路费。这怎么死的呀？方大爷，虽不是政府职务，是我小丫头的辛苦钱，你是不是其实不把我当成老夫人一样宽待了吗？全踏进性命。方大爷。前跑一片心，随
留神。这正是丝路姑娘林侄女，母女儿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陈梦玲的陈国爹，我本应么证明单位叫娘亲，只怕失落在中途，岂不是因为表姐一片情？彩萍，彩萍，方少爷你老爷妻子宽他来了。老爷，方少爷见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建议上来来，我还许说了他一番，方少爷回去去追了。这个老不爷竟为这座这阵死来，彩萍，方少爷追远没远？啊，公子不远，说不定我管得上。宝贝，你去准备高队宝马，随到我一山吧。母亲是关上前去。是。咱们是地方都到了噻。不是有你想法的。Oh
公子，公子，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公子，老爷提示你走了，骑着快马，超进到来此快你公子，老爷来了。燕子在哪里？燕子在哪里？姑父在上，这儿奉请拜见。不用拘礼。法本，你把马牵过来，来，我们一同回去。马，你这怎么干？姑父大人，小子恐怕贾母在家盼望，因此继续为重家先。余话你我坐下来谈。俺我。沿着此类襄阳，是否何人之命？奉贾母之命，其父慕名而来，对本知情过算，必道之效，真是盼望于你呢。姑父大人，不敌知情过算，倒也罢了；提起知情过算，小人好恨也。沿着御史大志，此后一定为飞往腾他。可是此刻天色已晚，晚风刺过，出得襄阳城外无与他颠。万是先到我家去自杀一宵，明日一早起走，夜晚不迟呀。姑父大人，寒风只不过是寒贫寒功，穷生万熬得起。好一个熬得起！既算是此，姑父我也不强虑了。沿着我只有文艺3把，沿着拿去全做路费。这公子，路费你俩在此。不，姑父大人，这银子小子不管零碎，我这沿着路费银两，为何不管零碎呢？姑父啊！姑母讲，陈府上一场一幕我不拿，半是半我不想，姑父的真我心里。
之面最难当。此刻姑父来到时，举送庭前做寿堂，在此办寿也宝贝拿来，这就算是我的百岁之年吧。公子，这百岁之年，你总应该收下吧？此次小僧拜礼了，不用客气。哎，老板，姑父大人，小子言之礼尚往来，姑父受人。小子上尉送过手里，只好将这银子全当手里，请姑父大人收下吧。宝儿，收下吧。公子，高兴成兄自不穷，厚德子与兴旺，也这样无语一件心事，要与也这来得强，恭喜下。家事不要怎能太风啊王，姑父一见也贫困，跟你事情一模样。你放假不言我增加病，去你姑母陪衬上，我也不言你早儿穷。太
不见姑母。你是不做高官，不见姑母，定没有这个不见岳母啊！岳父大人，我看万事不去为好。即使是不去也怕，也许你见过岳丈，这就算是我的见面之礼吧。公子，这见面礼你总应该收下吧？不，公子，多谢岳丈，不用客气。爸爸，岳父大人满罪。即便是临爱许我，不能没有聘礼呀。小婿将这见面礼全当聘礼，请岳父大人收下吧。宝贝，收下吧。公子，哎，也许刚强的志气令人钦佩，可是你们与路飞一样，怎能为得故乡？岳父不必担心，小婿准备逢山过山，逢水过水，只因阳关大道，也是良田古苗。一路之上，此人推些送行，办些文墨之事，我想总能为得故乡。哎呀呀呀呀！公子岂不要受苦啊？受苦总比受屈好。好，有志气，此事王爷须一路上走，多谢岳丈。把你身上的宝物交我。大王，宝物里面只有一点滚点心和破衣服，万一我亲自动手不成。大王实在不行，让我加进一块。
别生兄吧。快快披上我的衣裳。多谢圣兄。这帮手下啊。圣兄，应我的是此第一步。铁爷那情呐。虽算势力，可是表记他。哎呀，不好！圣兄，你有觉得莫等去的，是有为难之事，请对我言讲。别圣兄。恰与西的呀娘，安臣知他当爹心，送我一路走半晌，宝兴路上女待人，强走知他早说呀。圣兄不妨给我行事，取名别放定。当着同胞手着，一同精进赴考。圣兄意下伺候啊！唉，我方将师太走过，今生也不过落到如此小场。哎，圣兄不必上学断谈，就此决定，观路吧。多谢圣兄。
罢了。二郎，快将家中的针织宝塔取来。小姐，针织塔不是放在脸上包包下有的？没有。那么一定是老夫在哪里了？黑饼到老夫上那里把针织宝塔取来。弟弟不在母亲那里，是嘞，是丢失了不成？也不是丢失的。既不丢失，为何不见了呢？弟弟是谁？快讲来。女儿已将针织塔赠予表弟了。哎呀，不好！老爷，弟弟，我是这顿慌张。哎呀，女儿啦，上山不去寻访，城门去为是家一大混账，虽这名字他一族，为我姐姐匆匆回家。弟弟，这次他真是我家之娃，那次他自身真是模样。此人身材高大，相貌十分凶恶。弟弟真假？相貌十分凶恶，定是强横无敌。女儿，老爷，女儿，这边是我是好啊。哎呀，定是方公子鲁豫不成。翠屏，你好好卧室小姐，待我写私信一封，命方本所去祸乱，当听方公子的下落。是，女儿，女儿，女儿。谢过老爷。翠屏，今日小姐病体怎么样了啊？老爷，小姐的病体能否治愈，只怕要等方伯爸爸回来了。你无事不要下虑，好好卧室小姐，等方伯回来，我会亲自告知的。是。方伯怎么晚不回来呀？老爷可在楼上。外面可是方伯回来了，快快上来为王。哎，来了。结果老爷老奴回来了。方伯，方伯，此去河南情况怎么样了啊？老爷呀，从河南去找我，注定从我心上。等到沙门出发地，马有心过道，一次就只是一回家。老太太早已一杯装。哎，
方老太太一定是到襄阳来了。既来襄阳，为何不到我府来呢？老爷，小姐的病体怎么样了？日渐加重了。据老宋先生说，性病还要有信药才能治呢。信药？哦哟哟哟，这个信药要到哪里去找呢？哎呀呀呀呀！这些信药，哎呀呀！哎。放本啊！你的上网可以曾看见？没有。放本，你可谓是假话。哎呀，老爷呀，老奴那大年纪，从来没试过假话呀，老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现在呀，我要你是假话，你可愿意？这是为何？只要你是了假话，小姐的病就会好的。哎呀，只要小姐病体那好，我听老爷吩咐。好，放本木马。放本啊！待我先私信一封，据说是河南方公子亲笔写于小姐的。老爷，你的笔记小姐认得出。哎呀，这边是我是好人。哎呀，这，哎呀呀，哎呀这。放本，那。对，老爷用左手写信啊，小姐就认不出，真是妙计。放本啊，那这就是信呀。我先去讨来，你才去到。好。慢啊！这里就算是讨来，我们先试上一试。这样也好，免得出乱子啊。老爷，苦在路上。外面可是方包围来了，快上来为王。来了。结果老爷，老奴回来了。方本啊，此去河南，因我多少才回呀？老奴一路并无耽挂。河南方老太太身体归体是何啊？老太太未曾见到。放本，你要是老太太腹体康健腹体康健。体康健。那方公子呢？哎呀，方公子未曾回去。放本，你要是方公子早去转去了，那臣也胖得多了。臣也胖得多了。那民女带去的金银珠宝，可曾收下呀？统统带回。呀！放本，你要是统统收下，统统收下。统统收下。放本，明日去老太太因我不来呀。哎呀，老爷呀，
啊，他人都没有接到，叫我事务接得来哦。哎呀！放本，你不能是真话，你要是假话，假话，老爷，我这假话我。你要是老太太已上了年纪，河南到襄阳路途遥远，孤儿不来。那方公子呢？那因为上了年纪，那呀，方本啊，方公子年纪轻轻，哎，真是上了年纪呢。老爷，我这，你要是方公子在家用功读书，等大别之年要上京官考，哎，得中一官半职，上后才来襄阳。方公子生不来，与何我单位呀？哎，没有啊！哎呀，方本，我还有一封信，老爷，方本啊，最重要的是这封信呀。方本啊，这是何人书写呀？这我亲眼所见，还是刚才老爷书写呀。哎呀，方本，这不结公请了啊！是方公子亲笔书写。哎呀，方本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方本，我一想起方老太太，我心里就难过。哎呀，方本，你不能哭，你要笑。你微笑吧，微笑，小姐我看看。哎呀，方本啊，你这个笑比哭还要难看。哎呀，方本，方本。
呀，还是你启禀父言表天。自他呀，离生有离生根源，好交催我明真相。老爷，房本爸爸怎晚不回来呀？哦，房本已上了年纪，何奈到襄阳路途遥远，故而耽搁了。老爷苦在路上，这里是谁呀？哎，老爷，是房本爸爸回来了。是房本回来了，快快唤他上来。是，房本爸爸，老爷叫你上来回话。哎，来了来了。结果老爷老奴回来了。房本啊，此去何奈？因我多少才回呀？老奴一路并无耽挂。何奈房老太太归体是何啊？佛体康健。哎呀，女儿，你舅母娘的身体是好的。那房公子呢？房公子早就转去了啊。生意胖得多了，生意胖得多了。那命你带去的金银珠宝，可曾收下呀？统统收下。那命去叫老太太，老太太因我不来呀。
因为方老太太上了年纪，胡闹到襄阳路途遥远，来往不便，怪不来，怪不来。那方公子呢？去，哎呀！方公子在家用功读书，大比之年要上京官考，得着有关保证，所以再到襄阳，于子谦，方公子生不来，与何我单位呀？切，老爷。还有一封信，还有一封信，哎呦，还有一封信。哎呀，老爷，我的信呀，哎呦，我的信啊，最要紧的是这封信。哎呀，最要紧的是这封信呐！哎呀，方爸爸，这信为啥没老呀？我晓得看，哎呀，我的信。下楼歇歇去吧。孟思明称许。哎呀，女儿，这桩婚事你舅母俩已经答应了，是否有父母上心写下进兵奏？清风的烈月万家，母女将老妻子请别信呀！这我老爷太太是要记这3个人啊？是往往这3个人呐。弟弟旁边不是还有一行小字，往往小姐身边的婢女彩萍吗？望望你，望望你，老太太最好。
来，还没收拾好。全收拾好了，快点！今朝陈府小姐就要来烧香，等一些，要到搿搭来歇歇个。陈府，哪家陈府？用不着侬问。是啊，到厨房里去关照，预备的素炸。是。妈妈的讲，哎呀，快点！陈府小姐到。哎呀，小将来的，小将来的！小将，哎呀，小将，哎呀，小将，你想的是什么？蔡明家，家。哎呀，小将，侬这样去在了？哎呦，你晓得小家有鬼呀，心中急是急得来，实在是稳重的事体忙不过来了，被他老早的副总就看望小姐。哎，小姐，侬说，大嫂，小将对你讲好，侬饭吃饭不少过两次。哦，艺术在啦。点心锅准备好。哦，预备好一只素炸。预备的太多了。哦，跟我为了老爷太太一道来个，还不晓得小姐侬一家头嘞。哎，小姐，跟侬一家头用好在啊。预备的素面好了。啊？小姐，侬要吃素面啊？哎，艺术菜，预备素面。哦，蘑菇多点，鱼丝多点。老太婆啊，该死个老太婆！哎呦，小姐对不起哦。彩萍，这老婆婆。啊，哎呦，小姐对不起哦。太太，伊是啥人啊？哦，那么伊呀，伊不是个里人啦，伊是河南人啦。出来寻儿子寻不着，流落在搿搭个。彩萍，你叫这老婆婆来，我有话要问。是。大太，侬叫老婆婆来，我叫小姐有话要问。哦，余所在啦。老婆出来。小姐叫侬回话。父母见过小姐，彩萍叫老婆婆坐下。小姐在此，哪有父母所为？年迈之身，不妨坐下。此次老身告诉。老婆婆，你是哪里人士？老身乃是河南太平城人士，到此多久？不多几时。你既是河南太平城人士，方相国家中的经营，你可知晓？一家的事我不知道，这方家的事么？我俩子一儿。知道的。方老夫人近况是何？提起方老夫人，事情苦得很呐。于是小姐，你莫非与方家有情？他老身讲是我娶么？什么穷亲戚，你我挂念于他。老婆婆，刚才问
来啦！是不是小姐要回去了啊？放不吧，小姐叫你认一认这位老妇是谁？老婆啊！老夫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老婆，你不要生错人了，不要生错人了，老夫人，你曲目。为生女，曲为生女，曲母既到了襄阳，为何不来我家？看情见过烦躁马，儿语刚强，两语字，决心不在报陈家。举送庭前心欢喜。结了泪去下，把我送到他云扫胡扫庭送。曲目一同为夫。不，此文也是不为，我也是不进陈家之门。似乎人不用桥来见我，我就从后门而出。曲目。就在其表弟，我与弟弟都埋怨娘，更何况至亲终于知亲情，母亲与故。去
成要一张脸，死要一张皮。你举目神色轻便，骨头恰是硬的。你快起来吧！不，举目实不得已，猜我就不起来。外甥女，啥是你再不肯起来，那举目我举目执意不肯，猜我不怪勉强。待我为父禀明弟弟，叫弟弟先来接你。不，就是你弟弟先来接我，我也不会去的。等到时候表弟回来，再一同为父。是好。外甥女，你到府中之后，千万不要提起我在这里呀。猜我记下了。蔡斌，你叫大师他来。是。大师他，来这。小姐，点心都预备好的。不，天色不早，家母放心不下。老婆婆年迈体弱，泪落异乡，出家人本以自卑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各懂说。老婆婆在此，你要好好看待。艺术在啦。蔡斌，为夫去吧。是。老婆婆，小家不侬讲的啥啦？没讲啥。没讲啥。那么侬不小家讲的啥啦？没讲啥。没讲啥。搿小家平常对我是蛮客气的，今朝这个两句话是预习来的。侬要没对伊讲啥，伊会得对我这个样子的。侬凭良心讲，我不侬吃，不侬穿，侬没做啥。谁知道你的别张嘴还讲没做啥？老婆婆，他有没骂侬啊？没有骂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法官是法官的啦。哎，翠明姐姐，跟侬回来做啥啦？想来好去他菜啊！想来，翠明姐姐，那想来。翠明姐姐，侬没走，侬最好。该死个老太婆！该死个老太婆！该死个老太婆！没做啥。大师啊，我告诉侬，从今朝起我常来上房，侬是骂伊老婆婆把我踩不进去，我就去告诉老爷叫伊滚出去，做哑女过去。哑女不是走了那个啦！翠明姐姐，哎呀，翠明姐姐！
一种啊，是当今年我要看到的事吃了叫他别风啊吹，3年前寒冬腊月四凋零，今日是下早早把事啊行。3年前不须回去送定，今日小为表弟上楼迎。哪里来的小道，竟敢乱闯城府！老人家，难道你不曾生我了吗？小子人，老人家，怎么3年不见，你还是如此模样？我初次大门，身居无中，拜了陶张先生为师啊！现在到有为厂陶进了，闯大进！哎呀，那你还到这城府来做什么啊？花园呐、花园！哎呀，小子人呐，3年前夫人记小，你难道忘干净了吗？现在不比3年前了。你啊！老爷子姐听灯哦。哦，咦，侬好像是……哎呀，好像什么？快去，快去！放笨，放笨，放笨，放笨！哪里来的小道士？姑父在上，这儿放情拜见。也许举送的一别不拘谨3年了。是啊，3年了，怎对后一路苦好，一路顺风回到家乡。长
一步切手啊？难道是切身心爱？是他早，我是谁说的是他是切身心爱，连我也被观察进来。啊，也许我这里问你，辛苦草原可在何方？将士别放停。莫非是我帮你了？啊，原来在这里呀！啊，御史夫人才上平好几岁？哎呦，当心数码，当心数码，红勇啊！我是夫人这来路，清早起来不扫地，害得公子龙袍骨吐在地上捏了你。御史夫人耻笑了，此笑哈，穷人气大，林律师嘿讲大话乱讲，不得知不到想呀，不做过不见我姑娘。哦哟，阿青啊，我问侬自己做啥个官啦？喏，逃官啊，道官的也是一个官。那么请问道官老爷，到此做人啊？花园。花园嘞个，一支旗，一面子啊！老爷，侬听到没有？听见什么？侬个眼力不足，要把俺侬许配不义。现在他来了，侬可呀，侬谁呀？他是一时难以得知，将来还与将来。将来还有将来，侬唱得比讲得比唱还好听的。侬看，搿套饭把你到一回在。我是无法空想，坚持不可呀。一国气啊！老爷，搿事情倒过来了噻，侬看是那个吧？这是我的主张。况且女儿已经答应了，既然许配就也许岂能更改？侬个老糊涂啊！侬糊涂到如此个地步啊！还要拿侬嫁拨个小道士啊！我不答应。你不答应，我答应了。好，侬把俺侬许配啊！我是俺侬个娘，我也有主张，我也把俺侬许配在。许配谁？辛苦上月，江西别放定。我在气，侬在笑。哎呦啊！老夫人口气杀到鱼龙口在，快把老夫人说气啊！御史夫人心中气闷，上禀到苍玉等讨进，来替夫人解闷气。好，唱的夫人不闷气呀，赏你把米一声。是，也许不要唱，不要唱。来唱，我也听嘛。哎呀，不要唱，要唱，偏要唱。小道士啊，快唱。是，小道下山来。花花别地开，大琴唱出来，我把米花塌在。雨过一声响，哟，头层钟响来，个鬼样做出来，我想讨万倍。御史夫人，请听。
陶景说的是肃静为主，这小只是贫困不堪。私人的兄嫂将他耻笑，狠心的父母将他冷落。有意思的很呐。也许啊，唱是。这段陶景说的是肃静后来落国封相，衣锦还乡，将那私的兄嫂狠心的父母写的是无地自容。也许啊，唱下去，唱下去是。有眼妈咪了，我不要听着。这段陶景与你道的很呐。你想，那漂泊于环境，非亲非故，张口慷慨相致，啥是世纪的情谊，预料之难，岂不更要相图吗？也许啊，这场是。也许啊，这位啊，你唱到第连子上去了，唱下去，唱下去，与我尽管大大的唱下去，是。长夜到夫君深山与远行。侬唱来唱去，唱到我个头上来了，侬跟我出啥？侬个胆子真啊不小，至少马为
为我情难平。做个大官到此来，不知哪个羞耻下手给你穷并非我为你，我夫妻那个名声人，长久花园我不是，若传好事与名人，谁知弄个陶碗配，我也那个我女子母亲，谁会知道我不是？长得很，来到襄阳我也是啊，我父母也给你太过呀！滚，洪勇啊，把军官滚出去！慢，我要与他谈谈你。哎呀，气的嘞！我胃气痛的嘞！哎呦，你怎么老哎呦，红云啊，好好服侍太太。是，自本你我坐下来谈。陈进，丁老爷将是必允许北大人求见。客厅北上不是举到。是。平讨告辞了，这些不是外甥，是我的门生，我去来！翠萍啊，上回你把方公子放走了，这回你要好好宽恕他。等一下，我要向你要惩。是。哎，方大爷。你可不能走啊！为什么？老爷不能给你啊，可不我走。我这个人怎么可以交给你呀？老爷为了向我要神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哦。哎，方大爷，我这个道士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哎。我这个道什么当然是真的喽。方大爷，侬这个一出家，那我家小姐怎么办呢？哦，平讨出家赴家了。出家赴家？哎呀，方大爷，小姐听得公子好，心花开尽。哪位出家的？我是没有办法呀。那么伊要是把办法呀？哎呀，小鸡汤不能出家。哎，侬这倒是一足尼姑，正好十家一对嘛。哎呀，蔡明基，你千万不能不要讲，我刚刚看到啊，比我擦的那把街道抢了落来。嗨，蔡明基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呢？哎，方大爷，侬能够出家的？哦，还有一阵子他呢？哦，我在居中的一边，再到黄州道上，又和封告之夜，路女强盗窃取紫塔，将我当昏在地，引于将士别杀。哦，将士龙虎山上别道士，我就跟他为山，在别道士相助下，我就出家了。这一天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可知阴阳一说，哦，原来今日可以相山，因此我就加持强运腾运。
儿嘞。方大爷，侬会不会得有家务啊？好，那今朝啊，让小丫头抱抱娘夫，你去家去抢用海去吧。这，让我算算看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可惜今天只能来的，不能去的呀。啊，只能来的不能去的。哎，方大爷，这方老太太怎么办呢？你问老太太，放心，我已经派了许多小道士去你去了。侬不用去在，方老太太不来河南。我母亲不在河南，来了个里襄阳。来到这里了，快告诉我她在哪里呀？哼，方大爷，那么侬也帮我讲，侬这个道士是真的，还是假的呀？我这个道士，我当然是真的喽。方大爷，侬不帮讲正经啊，我也不帮侬讲熟。大家不讲。蔡培庆，蔡培庆。哎呀，林小七啊，蔡明这样。我凭借将士不逃罪，一命甘心去功名。开明30别放地，龙虎宝藏从后面，晚风吹在雨丝针。方才这个做官的，恭喜方大爷，恭喜方大爷！哦，我不相信，为什么？侬一些是做过，一些是没做过，有啥凭证？哎呀，做官嘛就是做官，我还有什么凭证？做过嘛？有个过瘾的呀。是，哎呀，全官正就是做官的皇帝方才这个做官到府里来着。我去告诉小姐。你怎么把果印拿去了？老爷说过要管太太去是咋赢的。方老太太住在哪里？来了白云窝。白云窝？什么地方？来了东门外的农民是白云窝去世了。多谢了。弟弟总是好眼里，在我
喜小姐，有时小口技能又要帮着侬。侬个娘气实在，穷归来哉，无啥出息，出家当道士噻。侬啊，侬不要难过啊，侬个终身有娘帮侬做主啊。哎呀！老爷，哎呀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方少爷考中头面上药，带了许多的兵将，把女师傅团围住。哎呀，做什么呀？听说专门做两股势力小人啊！专门来做两股势力小人。老爷，老奴从门缝里一张。哎呀！老爷呀，这就两只巨龙，一大一小，大的天上来张。你大胆的将来，大的天上来张老夫人。太太，抓你来的，那我晓得你。小弟听说专门来做红云势力小丫头。我要找我啊！有你的份，我太漂亮这样。太太，我去看看啊！还有太太为女上访报捷，算是势力小人。等一下，牛丫头两个人的头，咔嚓一刀，身虽两次。哎，恭喜呀是恭喜！哎呀，侬个哈良心啊！侬不帮我担心，我要恭喜啊！老爷，我都老夫老妻的，侬一样的这个大噻，侬还舍不得我老太婆个？老爷，侬帮我讲讲好话，讨个情面。我说没有用啊，那比上元夫人，就我侬啊！哎呦，哪看，我个囡啊，福多一面孔个少女夫人香啦！囡啊，指望做果子，侬要不娘讲讲好话啊？你女儿在此，母亲尽管放心。对的，以俺那保家。太太，侬不老子，那么我呢？娶我吧！去，他自家也是泥不着狗后，自身难保。恭喜老爷，好喜老爷！做什么呀？娶小丫头吧！
不必举我，举啥呢？举小姐。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。不举我，举啥呢？举彩屏。举一，也是我的，我也是我的，啥事体要举一？我不高兴。你不高兴啊？咔嚓！好好好，我去。彩萍姐姐，太太，彩萍来了把杆子。是。彩萍姐姐，哎呀，我身上个灰哦！哎呦，也要来拍马屁子。彩萍姐姐，侬是好心人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以前是我不好，诓我新皇上呀，现在皇上也做官了，要杀我个头子。啥？要是侬个头啊？侬个种头嘛，还是杀他好。搿都是他还没好光的啦。哎，侬个种头啥用场呢？两只眼睛看不起人，两只耳朵听不见，一张嘴巴做走少说的。我讲侬个种头呀，还是杀他拉倒。哎呀，搿副来是个。彩萍姐姐，搿事体呀，不能怪我，怪啥呢？怪太太。我太太死里，我啊跟老爷死里。个小头句啊，侬在讲啥？哎，你最喜欢的一幕嘛？彩萍姐姐，因为我再也不死里在。好，那么我啊，请侬去救救情况哦。谢谢侬。老爷，好运色又不在市里啦，去马马虎虎，鸟注意吧。女儿，你就上次彩萍一个面子，上了好运吧。谢谢老爷，谢谢小姐，彩萍姐姐，侬真好。太太，你上了我的当了，新科长要是降薪别放，定不是放弃。跟我老太婆是胡椒，啊不，那是混沌沌在。我晓得新科长就是别放的，那个700照这个放进来在，我晓得。搿穷鬼头像改来意思一时讨饭，哎也做过呢，啊太太，你哎呀，娘爹侬俩的当然骗我老太婆，这才够个啦。太太，你倒变得真快呀！老实告诉你，放弃就是别放的，别放的呀，就是放弃。啊，嘴巴里插着莲花来莫王非相信在。女儿，那是病症，叫你母亲宽宽。母亲请宽。哎呀，搿是真东西啊！万位于家。我才晓得个，搿小头生了那个辰光啊，头皮圆圆，鼻中上肉，生来就是过配啦！那个娘儿这样不是理解啊！只要你能改过，也就是了。彩萍，帮少爷受人。放上的朋友我去放老太太去了。啊，老太太在不用啊？侬为啥不早点讲？早点不广告呀？对，早说又要叫你滚出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懂我说呢？弟弟，举目说过，为父之后不要提起。女儿，我们还是去按照迎接他们母子。老爷，我去啊，你也去。好，好，
今日母子俩。子文，你为何这身打扮？母亲，孩儿已经得中状元。母亲请进，陪孩儿细细禀告。好。状元，这啥个讲起来，那个意是冯老太太在啦。哎呀，冯老太太，冯老太太最好，冯老太太最好。两位大人，搿哪到俺屋里来做啥啦？我们是来迎接钦差大人的啊！哪里来个钦差大人啊？方才进去的不就是钦差大人吗？搿方才进去的是钦差大人。跟我来问你们啊，是你们两位大人打，还是钦差大人打了？那当然是钦差大人打得多了。哦，是钦差大人打得多了。那么好哥，拿来了此里等等，我去通报。去通报。口气变得好花呀！我们迎接大人要小心为妙。来接！呀，那做啥啦？迎接钦差大人。哦，钦差大人们没来，那是我来接。正请有此理。二位大人免礼，谢大人。二位大人，请为衙里事去吧。是大人。臣于是到。哈哈，有情。不在，请稍稍原谅。阿囡啊，快来接个曲目。圣女恳请举目进屋。起来，子文，快去见过姑爹姑妈。是。三儿子分可见姑爹。子文，你为何只见姑爹不见姑妈？你想一想，你是方家人，你姑妈也是方家人，方家人看不起方家人，难道是你连这点根本都忘了吗？顾太太，
我要请你多原谅，因为自身一子凭着教子不放，才使得他如此放肆，加满了考场来戏弄你姑妈，简直是梦真长。顾太太今日里请对我教训教训于他，则骂他几句，则当他治下。阿嫂啊，这怪我当初吃了几杯糟酒，酒也酒女忙完自刎，今朝这杯，你到这杯我两句，这当我两严下。重了，严重了！姑爹姑妈，我让尸体想同你们商量。举嫂看家无阿妨。嫂爷，我经过刚好在。老身只有一子，没有女儿。我看彩萍这丫头生来心地善良，我想收她作为命令之女，不知意下是何啊？举一举，告诉对方没了，彩萍来。谢谢老太太恩典。我要叫老太太吗？要给去。应该给去。哎，太太，懂不了太太公公，让我背这个呢。去，这瓜。举嫂，一望种种，万望原谅。我还是跳个王道角色，让他们销量去早早完婚。好。